繼續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咁上一次咧就介紹波瑪雅王朝佢哋嘅特點啊，到咗阿拔斯王朝，佢哋開始慢慢改變波瑪雅王朝以阿拉伯人獨大嘅狀態啦，開始各族群興起，最先興起嘅就係波斯人、波斯民族、波斯呢個族群。咁啊，前邊都介紹咗好多有關波斯人對哈里發嘅影響，同埋佢哋點樣傳入西方嘅哲學思想。其中好多時都介紹過亞里士多德，由此傳播亞里士多德嘅邏輯思想，對於阿拉伯人整理聖訓、解釋古蘭經好有意義，因為佢哋喺傳播嘅過程當中，俾當時信仰拜火教索羅亞斯德嘅人問到口啞啞，唔知點對答。但係當佢哋吸收咗亞里士多德嘅邏輯思維之後，佢哋有助於整理，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產生咗好多好有影響力又好有說服力嘅各種教派出現。呢種各種教派嘅出現，慢慢響神學思想，仲有科學思想、哲學、人文呢方面開始互相之間，你上升我上升，你上升我上升，咁樣一個環境，上升到一直都處於一種響阿拔斯前中期處於一種平衡嘅環境。所以到咗馬蒙時候先至開始咗大翻譯嘅運動，但係影響住啲環境嘅時候咧，早係前期由曼蘇爾好節儉、好努力去建設國家，到咗佢個仔曼哈迪接位嘅時候咧，就開始對佢老豆嘅做法有啲改變。佢老豆好節儉，唔中意飲酒，一見到人哋飲酒佢就唔高興，但係佢唔高興佢唔會去禁。當佢好中意嘅一個詩人寫完詩之後，佢話一齊食餐飯，嗰個詩人話我要飲酒，曼蘇爾不置可否。佢話嗰個詩人話：如果我食飯冇酒飲，我再亦都寫唔出詩。曼蘇爾佢唔中意不置可否，呢個就係次次地中國孔老夫子所講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教養啊，唔似前期阿拉伯人，我唔中意我就斬咗你。後來嘅亦都係咁，但係佢唔會。到咗馬哈迪嘅時候咧，你飲酒可以，唱歌可以，但係你唔好過分。好啦，到咗佢傳落俾個仔馬克1年，所以冇乜影響。但係到咗哈倫、拉希德嘅時候，影響就大啦。拉希德開始享受生活，響1001夜裏頭好多描述嘅故事，講到啲咩大王啊，講到啲咩嘢人嘅嗰啲奢侈生活啊，好多都有拉希德嘅影子喺度。呢種亦都係一種文化。
呢種咁嘅文化開始講到前邊講過一句話就係美酒、美食、美女、音樂，美妙嘅音樂開始傳播。好，今次又嚟介紹咁多先，多謝各位。